各位街坊望過嚟啊！今日帶你嚟睇嘅呢個屋苑啊，實用性非常之高，800尺嘅單位 ，total 70零萬，實用去到成1000尺咁高啊！而且仲係精裝現樓交付俾你，樓下有埋業主樓吧，返香港荃灣同埋太子。咁事不宜遲，即刻同你上去望望。咁我哋一齊睇下呢套800尺嘅3房單位。哇！一入嚟見到個廳，鬼死冇咁大，呢度做咗個開放式嘅書房。呢個800尺嘅廳，望起身同啲1100尺、1200尺嘅廳冇咩區別。呢度做咗個4人嘅餐台，呢邊做咗個酒櫃位。咁呢度就有一個廚房，呢度預埋雪櫃位俾你。咁啊呢邊就係休息區，呢度係第2間房，呢邊係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。咁最後呢度就係你嘅主人房啦，都贈送咗一個 L 型嘅大飄窗嘅。呢套800尺嘅3房啊，實用性去到1100尺、1200尺咁高啊！呢度返人工島15分鐘，有興趣嘅朋友仔評論區留言攞資料。